屏东万峦五沟村，走一趟限定古迹刘氏祖屋。这里是传统客家伙房，也是当初先民来台开垦、临时落脚的地方。他来到这边开垦之后呢，宗祠就会给承租一块土地给他，让他去开垦。那伙房这个刘氏宗祠这边就暂时让他借住，借住完之后，就是等他土地开垦完之后呢，再去把他这个搬迁到自己开垦的土地上。双围的建筑格局是依照居住功能打造出来的，像是以前午后经常下雨，早期只在上午晒谷，下午稻谷都堆在走廊上，也因此让孩子有了调皮捣蛋的机会。小朋友就会爬上谷堆那个谷包上面去，然后就很轻易的就可以拿到这个胶纸桃，因此他就会把它抓下来玩，所以就这样胶纸桃一个一个就消失了。我们来到刘氏宗祠里面的主堂哦，呛破齿点清，不可以大声喧哗哦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位于中央的祖堂供奉着刘家历代祖先，壁画上的忠孝节义教化后代子孙。燕尾屋顶彰显清朝为官的地位，融合日式庭园风格，是日据时代的历史轨迹。官印造型的石柱诉说的是家族荣耀。希望可以把整个家族的一些光耀把它放上去，所以会做了这样的一个造型。围屋间的门楼按照原乡形式建造，虽然只是平时出入的通道，还是十分讲究。百年木门依然默默送往迎来，刘氏祖屋就像一本活历史，值得再三细细品味。上课喽！呛破齿两清，呛破齿两清，呛破齿两清。